台语文扛榜，今日要带乡亲做伙来去台南行行看看咧。台南市伫咧7月份有举办台语季的活动，特别伫咧王玉德纪念馆外口的凉亭，打造一个台语现代的市场。民众只要用手机扫 QR code， 就有人吟诗互你听。咱做伙来去凉亭行行看看咧。 王玉德纪念馆外口的凉亭，才出现一片台语的现代诗墙，一首一首现代的台语诗，毋但看会到，嘛听会到。清静的街巷内，风入探照路走的日光，面前顶云过影只，嘛风入厝边熟悉的声哨。 安尼优美的声音，只要透过手机扫 QR code， 就会使听到台语诗，看到诗墙的纹理，感受真无同。啊，这首是我写的米格线，因为米格线这个物件真心是足侪人外县市的拢唔知影有米格线这个物件。台南市的文化局特别打造这个台语的现代诗墙，挑选这20首现代的台语诗，描写台湾的人文、风景甲美食，对古早味的点心到地方美丽景致，全部拢伫这个小小的凉亭，嘛秀出诗的纹理，甲诗文变成艺术品，相当的雅气。就觉得还蛮古典优美感，对，就是跟平常的那个方式，平常都是什么字画吧比较多。这群大学生有的人当然要讲台语，看到台语诗墙的台文，其实有淡薄仔生疏。看文字吼，有当时感觉较生疏吼，啊，所以咱会当甲文学、文字、文本，甲转化做声音，转化做影像。 会当搁较深入的感受到啦。一字一句体会台语诗，会发现其实伊足亲切，嘛足美丽。这座台语的现代诗墙，对5月节嘛是诗人节，即天开始开放参观，展出3个月。记者陈家军、赖伟做台南报道。